主持峰会今日起过，各国关注台海议题。美国、日本、英国领袖拢表示反对武力改变台海局势。中国当咧举办中亚峰会，学者分析中亚峰会是咧甲举一柄场。中国阁暗算诱惑中亚顾边境安全。瑞士洛桑学院研发一项新技术，互斗耳机的人嘛当感受到物件温度甲材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七大工业国主持峰会，今日是伫咧日本的广岛起过。这回各国讨论的大重点就是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按算礼拜就到场。除了乌克兰的战争，北韩的威胁甲台海局势嘛真受注目。伫咧会议进前，美国的总统拜登、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都已经见面，讲反对有人用武力改变台海局势。也若是英国首相苏纳克嘛有类似的看法，好像是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也若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伊是讲为着欧盟的利益，因会继续甲中国维持合作。毋过是望会当降低瓦靠中国的程度，减少风险。现场维安真严格，真侪警察就伫会场周围。日本广岛19开始举办为期3天的 G7 领袖峰会，这摆大会首要焦点是各国亲日乌克兰议题。偏偏社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有下礼拜到广岛会亲身出席峰会。Again, clearly state that Russia's rhetoric is unacceptable and irresponsible, especially Russia's nuclear rhetoric. 泽伦斯基最近真正访问欧洲国家，争取更加多武器援助。由俄罗斯这摆暗示要动用核武，这摆峰会选伫离前原子弹爆发的地点广岛，具有特殊代表意义。G7 国家的加速参详安全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甲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有加深化两国联合军演合作架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是强调，欧盟会真注意人权的问题，中国应该承担更加多国际责任，同时也关切台海局势。On Taiwan, we maintain our one China policy, no unilateral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英国首相苏纳克是讲，英国对台立场不变，无支持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We share with Japan a belief in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we're increasing our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to work with allies like Australia, like Japan. 除了 G7 国家，南韩总统尹锡悦、印度总理莫迪这侪国领导人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北韩问题甲中国威胁议题拢会热烈讨论。早前 G7 领袖参访和平纪念公园，向核子爆炸纪念碑来献花，并且进行敬手的仪式。场外有近100位民众示威，摕着反舰标语、大花铁柱自入美军基地。公视新闻杨间编译。也那中国西安即阵嘛当咧举办中亚国家峰会，这回参加除了主办国中国，阁有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即寡伫咧中国西北边的国家。毋过罗西亚是无伫咧名单内，外界就咧要讲，敢是中国想要取代罗西亚的地位？这回峰会重点主要是有贸易、区域安全甲罗西亚的战争。习近平就强调讲，中国甲中亚是命运共同体，要加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学者就分析讲，中亚峰会伫咧这个时间点举办，除了是想要甲举一柄场，中国嘛是按算先甲西边的国家安踏互好势。假使讲台海若是战起来，中国则袂东西两边各走袂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含中亚5国的领导人一个握手，各摆一摆做伙翕相。中国主办的中国中亚峰会全体会议19伫西安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主持，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的领导人做伙参加。我们要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前一天18暗时欢迎参会，是故意彰显大东盛世。加上峰会地点是选伫北市西路起点的西安，表示中共想要利用含中亚5国的姻缘有关系。19嘛是 G7 广岛峰会的开幕，学者分析，中国是故意甲俄罗战争内面无选徛对一边的中亚5国合起来，除了是要含 G7 民主阵营来扯拼，上主要嘛是考虑到自身政治安全和西边的边境安全。他必须要安定这个后院
就是东亚五国等于是它的西部的这一块那么稳定的话，万一东方有发生这个什么军事冲突的时候，它才不需要面临两面的一个挨打。中华五国一直奉认为讲是罗西亚的后庭，但是伫俄罗战争了后，为了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已经挖对中国去，嘛无和罗西亚避免。另外，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等等4国的总统，佮和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领土袂当分割的一部分。外交部是表达强烈抗议和上严格的谴责。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南韩的专家团队后日要去日本福岛视察核电厂，确认核废水的处理甲排放设施，佮有在水中放射性物质的状况。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罗西亚讲拍到美国送予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怀疑是因为乌克兰有一个歌手伫咧网络传引导附近爱国者系统作战的影片，害这个防空系统的位置去互查出来。英国《Times》报道，根据美国地质专家的研究，纽约市大楼伤过济，造成地面承受真重压力，恐惊是互地山愈陷愈紧。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掠贪污。因最高法院的院长因为收代表8,000几万的乌西钱，去互检方抓起来，是乌克兰历史上上大规模的贪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迪士尼公司本底要伫咧佛州起一个新园区，会当提供2000个工作机会。不过因为迪士尼甲佛州厂长对价，宣布无要去啊。大量移民下过美国南边的边境，走去美国要申请庇护。这边境的州是头壳无咧烧。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不满的德州，就甲偷渡入境的人送去执政党管理的城市。亲像纽约市，顶礼拜就收到4000几人，只好甲学校的体育馆暂时调来收这寡移民，不过煞是引起家长不满。纽约波罗克林区一间公立学校家长，知影讲市府要甲体育馆锁来安置大批无证照移民了后，昨日集合伫学校门口夜排来抗议。市长亚当斯伫电台访谈中也讲真歹处理，伊讲敢若顶礼拜就接受4200人，总计全市有65000名非法入境者入来，市内原本的庇护所根本就无法负担。就算定用像是曼哈顿商业区，用容纳900人，无伫用的卢斯福大饭店也是拢无够。就来就用市区20间学校体育馆。亚当斯也甲箭头指向共党的拜登政府，讲伫个移民危机处理的问题上，联邦互因真失望，并且也要求应该爱拨更加侪经费来协助纽约。防疫遣返令到期了后，跨越边界无证照移民数量对上最每天1万人降到5000人以下。不过已经伫境内的大批庇护申请者，因的安置甲处理却是真大量，又搁繁杂的工作。地州长艾波特则被宣布，双方会甲偷渡入境者用巴士送到芝加哥、丹佛、纽约这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头一批已经伫迄天送到丹佛市中心的市政中心公园。以全美第3大城市芝加哥为例，民主党籍新任市长强森15日上任，随着要处理这个头壳疼的问题。市区的警察局走廊拢看到规家带大带小、拖行李、困涂骹的庇护申请人。月初，前任市长就以人道危机为理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希望得到联邦更加多协助。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迪士尼甲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因为冬季的议题对徛，但迪士尼是继续反击，宣布取消一项去新园区8亿外投资。嘛，甲旧年开的星际大战的主题饭店关起来，这是对佛州经济甲工作机会拢会有真大影响。佛州州长德桑提斯3月底是签歪讲同性恋的法案，互迪士尼公开反对了后，这场美了市政州长的戏是一直小疙瘩，继续新的发展。迪士尼拜是宣布讲取消2项重大的投资，其中一个是停止8.64亿美金，合代表266亿的新员工园区计划。另外一个是今年9月底进前，甲迪士尼乐园旧年才开，强调真正伫迄个环境体验的星际大战主题饭店关起来。头前迄个会
互佛州失去工作机会和会当扣的税，恐惊会影响到佛州的选民对德桑提斯的信心。党内对手川普随掠这个机会，批评德桑提斯有可能互迪士尼无要搁投资佛州，甚至是完全撤出。但德桑提斯的办公室甲迪士尼取消部分商业计划，讲是公司财务问题。伊本来嘛已经走去别州咧做事。We're proud of what we've done in Florida. We're proud of what you have done in Iowa, but I have only begun to fight. 根据报道，德桑提斯有可能在后礼拜正式宣布要加入至控制数的总统选战。伊最近动作真多，唔但伫佛州推出反动制和限制摕囡仔的措施，搁再一摆批评迪士尼是一间支持倒牌理念的觉醒的企业，竟然搁取消迪士尼税务的优惠。但是迪士尼乐园是佛州上大企业税收的来源，伫佛州是请75000个员工，每一年拢成5000万人来算。德桑提斯要和迪士尼来作对，对家己是好还是歹也唔知。目前民调嘛显示，德桑提斯伫共和党内的支持度是输川普。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澳洲鼓励民众改驶电动车，不过因说充电站的速度煞是对袂到，无够用。根据统计，全球是平均10台电动车分享一座充电桩，不过澳洲的充电桩是少到爱35架车用一座充电桩，甲全球的平均比起来是无人的1/3。另外，澳洲的充电桩咧充电的速度嘛真慢，全世界平均充电的功率是有2.4千瓦，不过澳洲是干那0.5，等于是充电桩又搁少又搁慢。目前澳洲的政府是当咧改善充电桩无够用的状况，按算伫咧主要的公路设900个站。也若是充电速度的问题，专家是表示，电动车要普遍，要搁真长的时间发展甲投资。为了节能减碳，澳洲有袂少人改用电动车代步，不过充电设施不足，出外真无方便。定定开电动车旅游度假的巴特，伊就感觉真困扰。If we want to take the car, we have to pick locations where we can charge along the way, even where we stay, so hotels or Airbnbs and so forth. You can't just go, this looks lovely, we'll stay there, it doesn't have a charger,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to charge the car. 目前世界各国的电动车充电站普遍对袂到电动车的销售数量，伫澳洲的问题更较严重，比例是35:1，全球平均是10:1，中国是8:1。澳洲政府最近想到这个问题原因，已经开始扩编预算，按算伫主要公路建设117座快充站，希望提升民众购买电动车的意愿。不过有充电站也无够，维修电动车的技术人员目前嘛是真欠缺，急需要训练相关的人才。But what no one is talking about is the workforce who are going to have to service and maintain these vehicles. So we do need the government to put its hand in its pocket and help the industry in this transition. 澳洲政府指出，交通运输所排放的废气是第3大碳排污染源。为了降低对于全球暖化的冲击，澳洲当局为顶个月就推出新的汽车废气排放标准，希望伫2030年进前会当减少300万吨碳排，到2035年要减少1000万吨以上。这个规定会促使电动车更加普及。伫这同时，澳洲政府也开始提升充电基础设施，扩增维修人才，希望赶得到后尾迎接电动车的时代来临。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来关心咱大的地球，根据国际期刊《科学》上新的研究，全球有1半以上的乌甲水库，这水量拢真明显的减少。亲像欧洲，就当咧面临500年来上界严重的可汗。这气候反常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科学家就警告讲，要救气候的头一步，就是减少温室气体。若无雨量只会愈来愈少，到时阵咱就无清气的井水通好用。为空中去法国旅游胜地蒙贝勒湖，因看到下海盐泉拢流出来，船只停靠所在已经达到无看到一滴水。受气候变迁甲生营现象的影响，欧洲有500年来上严重旱灾。农业是上受影响，无水源灌溉，西班牙农民只好互规片的草唔打气。搁较还是科学期刊一项新的研究追踪过去28年，全球将近2000个湖甲水库的水量变化，伫气候无形之下分析超过25万张卫星图片，发现全球53派大型的湖甲水库的水量明显减少，平均一年减少水量差不多是220亿吨。About 2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in a lake watershed that is exhibiting drying.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trends are human consumption and temperature. And the rest is with precipitation and runoff. 参加研究的学者指出，这发现互人真烦恼，也显示各国拢无重视淡水环境的维护，和只占三派地表面积，煞向互全球人类将近9成用水，对酒量减少会严重冲击啉的水、农业灌溉甲发电，同时也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There is a very clear link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creased occurrence of drought and heat across the region. Our climate models, computer simulations are predicting that for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less rain falling in this already drought-stressed area. 气象专家也警告，减少温室气体是补救的第一步。另外，河的环境管理也要纳入河川整治，才能保住啉的水源。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那讲到美国旧城拉斯维加斯，互人的印象就是真闹热、真繁华。不过，这座城市竟然是美国省水的模范城市。当地是透过严格法令甲补助，鼓励大家做伙省水。这20年来，虽然当地人口是增加5成，不过用水量竟然阁减少1/3。咱来看伊是安怎做的。伫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上闹热的街仔路，真侪豪华饭店的外口拢有大大的喷水池，甚至有人工河伫个船啊，看起来若像真浪费水。但是其实这拢是利用袂当摕来啉的再生水。大家可能唔知影，这个互人感觉会当尽量享受，用物件拢会真拍手的拉斯维加斯，其实是美国伫省水这方面的模范城市。逐工透早才拄天光，都会有专门负责查水表的警察开车4架去巡逻，看是倒一家的喷水器关无好势，也是水管断伫漏水。警察会用手机甲违反规定的情形录影起来，然后插一支警告的机伫住户的门口。Most people correct the issue pretty quickly. Most people don't let it get to a fine. In most instances, they have 2 weeks to fix the water race violation that's occurring. 根据当地的规定，每一摆用喷水器喷草，上最敢会当喷12分钟。居民拢有装检举的 app， 若是看到有人违反规定，就会当随时向查水表的警察检举。毋但安尼，当地的游泳池阁会限制，只会当去56平方公尺大，超过规定就会去互罚钱。事实上，拉斯维加斯是一个起伫沙漠中的城市，本来就真欠水，而且按照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拉斯维加斯敢若会当使用科罗拉多河无到2%的水。但是想袂到，这个有230万居民，而且每年有4000几万观光客会来佚佗的城市，竟然有法度伫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佫会当减少用水的量，真正是无简单。We've seen water use decline in our community by greater than 30%, while our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0%. So we have really reversed the trend as far as population growth and water use increasing. 拉斯维加斯市政府即摆会提供住户每平方公尺3块美金的补助，鼓励民众伫门口埕换种一寡较免用到水的花草，靠严格的规定，靠奖励，佮加上对民众的教育。拉斯维加斯的做法，提供即摆真侪面临欠水危机的城市一个真好的参考。记者甘燕恩编译。瑞士洛桑学院研发一款新技术，互当仪器的人袂当感受到物件温度甲材质。咱做伙来看。研究人员甲感应器装伫59岁费达蒂红切掉的手骨顶悬，看伊敢会当透过刺激小神经的传导，感受到冷含烧。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长期研究切手骹的患者，伫咧装假手骹了后，敢会当使大脑相信假手骹就是因真正的身体。Adesso sento il calore, prima inizia sulla pelle, poi va dentro nell'arto fantasma e aiuta a scaldare questo dito e la sensazione è ottima perché è rilassante.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进行的研究是，互切手骹的患者伫咧装假手骹了后，会当透过虚拟实境的技术有一寡感觉。佮经过2档外的研究，即马是加热电极放伫个假手骹的皮肤顶悬，除了会当分烧的，也是冷的，佮会当分塑胶的、玻璃含铜的，即系无共材质。We were interested from this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 on materials, but where we want to project this in the future is into this affective sensation. We think that we could give people a better sense of embodiment of their hands and maybe even give them the possibility to feel their loved one in a much more natural way.
费达伫25当前，因为一摆意外是失去双手，伊嘛是参加这摆实验27个切手卡的人之一，嘛第一摆互这种已经无感觉的手成功感受到温度。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开发的这个新技术，则被正式发表伫科学期刊顶悬。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英国时代无手机啊、电视通看，囡仔是规工都伫咧外口弄。有真侪简单好耍的游戏，亲像是跳绳啊。一个人跳，佫落个人做伙跳，佫有真侪招。美国有一阵女性，就想要推广这款跳绳啊，这款简单的娱乐，成立一个社团，叫大家同齐运动斗阵耍。对天幕伫个2条跳绳中跳来跳去，甚至是设定拢在跳舞。这是过去伫个美国街仔路常常看到的灰色跳绳啊。但是因为时间和科技的发展，囡仔拢去耍别项的。这项过去伫个灰下查某囡仔之间真流行的游戏，无人要耍。但即摆伊个流行转来啊。I'm just trying to preserve it in the schools. I don't want any of the kids to say they've never heard or seen jumping double dutch. So, and it's fun. It's mentally fun and it's physically fun. So, I want to keep that going. 首席教练艾博讲，这个社团是2005年成立的。一开始敢若9个查某团员是为着健康才做伙来算这，了后因就开始推广这个传统佮健康的游戏，希望互伊佫一摆变做华盛顿 DC 街仔路的特色。即摆社团已经有大人、囡仔、真侪种族的人来参加，嘛有查甫囡仔开始算这。If I hear somebody playing it or see somebody playing it, I would ask to join in because double dutch is actually really fun for me. 嘛是会是跳绳成员的达菲讲，跳绳活动会互伊想到做囡仔的时阵好耍的记忆，互伊心内迄个细汉查某囡仔，佫一摆出来享受真单纯的快乐。而且这个活动嘛会当互真侪人熟悉新的朋友，社区联络感情。Well, this was our social media. You'll be in a neighborhood, you see someone with a jump rope, you ask, "Can I get a turn or can I jump in?" And you just bonded, and that's how you made friends back in the day. And kids don't do that. They sit on their iPads and they don't really get outside much. 大部分认为讲，灰色跳绳会互囡仔更加愿意出门，而且享受上直接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而且除了算起来是真快乐，对健康嘛有真大的好处。The obesity rate is just incredible for my kids. I mean, and for the adults, and for them to just do this thing just maybe for an hour, half an hour. It's fun. It's good for our mind. It's relieving stress. There's a whole lot of positive in this thing. So I want to keep going as long as I can. 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恐怖电影有固定市场的观众，尤其是真实故事改编的，更较受欢迎。最近就有一部电影是美国寡魔鬼新妇的电影，真实故事的主角阿莫特新妇，伊对1986年到2000年举行超过6万场的寡魔鬼仪式，咱做回来看。We have more questions for you, Father Amort.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me? You talk to my boss, the Pope. 奥斯肯亚帝罗素克洛主演的梵蒂冈库莫斯，描写库莫斯甲互社灵附身的查甫囡仔对决的故事，剧情看起来奇幻含古。也毋过主角阿莫特神父真正有这个人，伊为1986年到2000年担任教廷首席库莫斯，3到2年之间举行超过6万件的库莫仪式。阿莫特将惊险的经过写作几本册，连罗素克洛拢讲内容比起电影更加互人惊吓。You know, he left behind a whole bunch of his first-person experiences to read through. You know, I think there's like a dozen book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know, so it was just his journey that really fascinated me to start with. In terms of what happens with an exorcism and stuff like that, everybody's going to have their own opinion, but these are books that are written from first-person experience. So. 沙漠附身事件是真是假？科学界甲宗教各有解释。大法师电影内黄附身的人体无正常的扭曲状态，互野面去加灵损。那真正的驱魔技术，敢是也出现真歹理解的异常现象？菲律宾驱魔神父史奎也表示，伊看过场面也真惊人。Well, we have cases of even bodily contortions where the person would bend backwards until the head would almost touch the feet. Okay? So that is physiologically impossible. And I have a priest friend, an Italian priest, who really saw the head of the person turn 360 degrees.
虽然驱魔片带有新怪对决，正邪两立的戏剧性元素，剧情的真实性总是正做辩论的焦点。不过无变的是，人的坚定甲信念力量一定会当超过宗教界线，这也是电影想要传达的正面意义。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